英國市政稅嘅荒謬同啟示，由戴卓爾夫人到香港差餉地租。英國嘅市政稅 Council Tax 係一場歷史遺留下來嘅錯誤。呢個制度喺90年代初嘅政治混亂中誕生。當時首相戴卓爾夫人強推人頭稅 Poll Tax， 引發全國示威同暴動。佢嘅政策唔單止摧毀咗自己嘅聲望，仲令到時任保守黨主席彭定康 Lord Chris Patten 喺1992年大選中失去議席。呢位後來成為香港末代總督嘅政治家，見證咗一項稅制點樣變成執政黨嘅致命負擔。為咗平息民憤，繼任嘅馬卓安政府喺1993年匆忙推出市政稅，取代人頭稅。新制度雖然止住咗政治出血，但係以倉促同妥協為代價，為日後嘅混亂埋下伏筆。市政稅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嘅稅基早已脫離現實。英格蘭嘅房產估值仍然以1991年為基準，至今30幾年冇更新。全國各地房價早已天翻地覆，但繳稅依然按照冷戰年代嘅數字計算。根據《金融時報》嘅分析，全英超過一半住宅已經被錯誤地歸入稅階，結果價值數百萬英鎊嘅倫敦公寓同北部普通民居往往繳納相似嘅稅額。呢種設計唔單止背離公平原則，仲令地方政府嘅財政基礎越加扭曲。地區差距進一步放大咗呢種不公。伯恩利 Burnley 居民每年繳納嘅市政稅佔收入比例達4.5%，而倫敦西敏市 Westminster 淨係0.1%。貧困地區嘅居民承擔住更沉重嘅負擔，富裕地區就繳得更少。更糟嘅係，貧窮郡往往需要更多社會服務支出，由長者護理到公共住房維護，而富裕郡就可以依靠泊車費、違例罰金同商業活動等其他收入補充財政。中央政府應該透過撥款平衡各地，但過去10年英國對地方政府嘅補助大幅削減，令呢種財政不均惡化。結果，貧困地區唔單止要負擔較高嘅稅率，仲要面對公共服務縮減嘅雙重壓力。問題嘅根源係於制度設計嘅錯位。市政稅以房價作為長期稅基，但係忽視咗資產積累同土地稀缺帶來嘅結構性不平衡。低收入家庭因為居住喺價值較低嘅地區而相對多繳，而持有高價房產嘅富裕階層就享有隱性補貼。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英國需要用土地或者房產淨值為基礎嘅財富稅取而代之。呢樣唔單止可以令稅負同財富掛鈎，仲有助改善住房市場嘅效率，減少地區之間嘅扭曲。對照之下，香港嘅差餉地租制度雖然同樣源於英國殖民時期，但係更加公平。差餉按物業嘅租值每年重估，地租就依地段價值調整。呢個意思係稅額會隨市場變化而更新，令稅負更加貼近實際經濟情況。即使香港樓價波動劇烈，稅制本身仍然具備自我修正功能。相比之下，英國嘅市政稅仍然停留喺1991年嘅靜態世界，導致納稅者面對一個與現實脫節嘅制度，既冇透明度，亦缺乏正當性。貝里亞政府當年因為畏懼民意反彈而放棄重估，而而家嘅財相李允晴同樣唔願意觸碰呢個政治地雷。不過繼續拖延，只會令制度進一步失靈。市政稅唔單止削弱地方財政，仲削弱公民對公平嘅信任。英國如果想真正重建稅制嘅正義，必須勇敢咁擺脫呢個30年前嘅臨時妥協，推動以財富為基礎嘅新型地方稅制。唯有咁，先可以令地方治理重新回到公平同現實嘅軌道上。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請按贊同訂閱胡思洞明頻道。下次再見。